鄉親食粽食甲真歡喜，但是買粽的時陣哦，奇怪，這價錢哪甲舊年無啥共。台北市南門市場透早全部人叉，緊的包肉粽，一捆都是買10粒開始算啊。但是你搶有當時啊，佫買無哦，這價錢攏有起價5塊到10塊啦。這無法度，這個物件吼，這個人工啊、甲食材啊，攏會起價，所以買粽啊，起一5塊10塊一定愛的。第5日節透早，鄉親趕緊要將各種口味的粽甲炸斷去。南門市場透早有真濟人來入排列，買粽的人氣是搶滾。北部粽嘛，我們比較喜歡吃北部粽，還沒找到，因為好像都賣光了。我想說完蛋了，我買一顆來應景的北部粽好像都沒有，好像都南部粽。今天人真的比較多，因為平常這個時候還沒有那麼多人。真濟鄉親是買甲大包、細包，有人一買就是10粒，嘛人透早起床要來買，抑過買無粽。伊嘛發現講，目前的粽即賣價錢攏有較貴啊。東西都漲得有點誇張，粽子是最貴的。以前買是有時候一顆粽子大概會50多，現在已經買不到這種價錢了，甚至可能一顆都要100多塊。有民眾發現講，市場內部分的店價錢起5塊到10塊，另外信義市場甲台北市名店粽嘛攏起5塊。價格有調漲嗎？都沒有，20%啦。對，因為蛋黃還有肉有一點調漲，工資也是蠻貴的啦。食材成本壓力有感覺，依照統計，豬肉平均的價錢為10月開始就連起3天，每公斤起差不多3塊。消保處的統計嘛顯示講，市面上52%的粽，因為原物料的因素嘛對你起價。雖然肉粽起價，淹過5日節，又有連假氣氛的情形下，依然有真濟鄉親甘開錢享受這個應景的好滋味。